睇緊嘅係亞洲電視本港台。南美洲秘魯喺中央安第斯山脈屹立住一個高山奧沙亞迪山。住喺安第斯山脈嘅人都相信奧沙亞迪山係神靈住嘅地方，對呢座山十分之尊崇。喺奧沙亞迪山嘅對面，海拔5000公尺高嘅冰河嗰度，啲人抬起十字架。而家嘅氣溫係-10°，佢哋係要去參加1年1次嘅巡禮。舉行嘅節日係叫做蓋內里提節，印第安話就係星星同雪嘅意思。呢個蓋內里提節糅合咗對聖山嘅崇敬同埋對基督嘅信仰，係安第斯山脈獨特嘅傳統節日。喺舉行巡禮之前10日，我哋嚟到布加魯登堡。呢個城嘅人喺節日係會擔任重要嘅任務㗎。布加魯登堡係一個山城，大約有2000人喺度生活。呢條流經布加魯登堡嘅河，源頭係蓋內里提嘅冰河。呢條河令呢度水源充足。喺城入邊，啲人開始為即將舉行嘅節日籌款。布加魯登堡有200人會參加巡禮，佢哋向人募捐。呢個女人喺度祈禱嘅説話，大概嘅意思就係：蓋內里提，神啊，請你眷顧你嘅孩子，等佢哋平安無事，完成榮耀你嘅巡禮。捐款仲有另一個意思，就係嗰啲唔能夠去參加巡禮嘅人，佢哋捐錢或者食物嚟請嗰啲去朝拜嘅人，代佢哋上山祈禱。佢哋捐出自己鋪頭賣嘅麵，佢哋希望朝拜嘅人喺途中煮呢啲麵嚟食。呢間係布加魯登堡嘅唯一一間中學。喺呢間中學嘅學生之中，有一個少年今年會第一次參加巡禮。